这个部分大概这个奉献就非常的水，做出你的感动，也单单所有的敬拜，会下伫你的心意。互圣神充满伫阮中间，每一个人为着圣神来奉献，为着主你这个荣耀。非常将阮的心，互你话语刺杀着阮，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间来知主你的旨是甚物。好让阮每一个服侍者伫你面前所服侍，得到主你的感动来祈祷，用着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班的中间唱歌讹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甲拄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这是咱请敬拜团来为咱献诗，因要献的第一首诗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第二首诗是我的生命献予你。感谢主，咱从头生做得到赦免，咱的生活、咱的生命，一切拢是在伫主啊！耶稣嘛，甲咱讲，咱白白得到，嘛爱白白互人。咱只是用2首诗歌来
唱出咱做伙起立，咱用2首诗歌来唱出对伊的感谢。靠耶稣名，我今已重生。靠耶稣名，靠耶稣生命，我今与你同享主爱，因他告诉我，他说你们是白白的得来，当白白舍去，传我生命，凭着你的信心，叫万人听到福音。你们是白白的得来，当白白舍去，传我生命，凭着你的信心，叫万人听到福音，赐给我能力，靠耶稣名，在天在地，靠耶稣名，靠耶稣生命，我今与你同得主力，因他告诉我，他说你们是白白的得来，当白白舍去，传我生命，凭着你的信心，叫万人听到福音。你们是白白的得来，当白白舍去，传我生命，凭着你的信心，叫万人听到福音。感谢主，继续咱用古圣诗第306首《我的性命献予你》，咱继续用感谢的心来学乐。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用到一世，时刻每日献予主，为永光弥万年久。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切用，我可也爱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声。我的声音予你用，欢喜学乐主无停。我献水准来叮当，我团欢
福音来救人。我的志愿献乎你，用出龙潭里之意。我的在生你相思，甘愿献你做旗鼓。我会听叹求自在，听你也过一世间。我立志献家己，永永转转归乎你。请咱游玩徛地。这是咱来做信仰的个别啊，咱用使徒圣经来个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主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权，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活命。阿门。各位请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时常地看顾阮。当阮骄傲的时，请互阮想起你的话来保持谦卑；当阮有无好的心思对人的时，请互阮记得你爱阮有公义的心；当阮若有看人袂起的时，请你互阮想起这毋是主所爱的代志。主啊，阮知你爱做啥物。阮知你爱阮做啥物？你爱阮心存怜悯，你爱阮伫无公平的时伸张正义，你也爱阮伫圆满的时爱保持谦卑。圣经记载讲，耶和华爱你啥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借着蔡长老今日的讲道，主啊，请恁互阮更加体会你指示啥物是好，你爱阮做啥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请即个放纵团来演奏，演出的歌曲是《我心仰望是你宝剑》。
感谢棒中团精彩演奏。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个《弥迦书》第6章第60至第8节。第6节，我就近耶和华，跪拜至高的上帝，着用什么啊？着用烧祭，也是满年的牛仔来就近伊啊。第7节，耶和华欢喜千千只的公油吗？也是万万条客的油吗？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人啊，伊捌第8节，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愿主祝福伊家己的话。这是咱请蔡长老来为咱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奉献的力量。请大家祈祷。我来做春季的切恳圣心，降临伫我每一个人的中间。圣神，请你来点伫我的中间，伫我的会议中做主。凡所有每一句上帝话语是透过圣神所传达出来，无阮个人的需要，阮个人真含慢。是我靠主要所祈祷的十诫，伊的保护，互阮每一个人清气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用清气的心到伫你面前恬静安顺，知影我伫你面前所有一切奉献，拢得到主你的感动来祈祷。我只所祈祷性命来求，阿免。你们这平安，你无公平，你足无公平。迄顶礼拜，咱姊妹献诗了后，你咱拍扑啊拍啊。迄今仔日因的放纵团哦，一人是会当讲一音尔呢，一音呢。用一音曲叫做当心也未合一个歌曲出来，我听啊足感动啊！你拢无拍扑啊，即阵是不是拍一个扑啊咧？哦，感谢所有一切，跟规日讲。我本来是讲，阮阿叔伫遐拢无咧讲，原来伊还佫摕三支咧讲咧啦，算袂歹啦吼。总之，这是一个教会典型的范例，就是讲每一个人出一音，组成一个曲。教会要互人，就是每一个人。用你一款的态度，用你一款的行为，安尼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来建立整个教会。今天各位看到我刚才戴的就是那个军中的口罩哈，不是怕战争。让我一直觉得说我应该是有老年痴呆症的，因为我有2只眼镜，现在都找不到了。而且因为眼睛越来越模糊，所以太太记得提醒我哈，我应该去配一副眼镜好了。因为我看到你们都模模糊，所以你们打瞌睡哦都没关系，因为我都看不到。但相对的，我们不是为了听讲道而来到教会，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而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应该是神所重用的器皿。讲到奉献。今天各位讲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讲说奉献，各位都看到一起发光。最近那个宋一鸣艺人的一起发光教会有一些争执，然后当然有讲到奉献的事情，才发现到哦，原来他们去登记不是用教会登记，是用协会。我们的教会就是财团法人，在七星总会，所有的教会都用财团法人登记。我们的名词很奇怪哦，财团。就是公益，社团就是严厉，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当初取的名称有点怪怪的，因为从外国的名称取过来的。财团是做公益，如果财团解散，这一些资产都归于公家。学校也一样，学校也是财团法人，所以学校的私立学校如果解散的话，那个要归于公家，而不是私人可以去帮他分得。那么协会跟财团当然不一样，因为财团会经过检视，它程序比较严格，
所以我们都有和会，和会手册里面后面都有奉献。来，先讲第一个问题，大家开始比较，哇，谁奉献的比较多，谁奉献的比较少。我在这里郑重的跟各位拜托，跟各位报告，不要去看，你们看看，心里有数就好。如果你觉得人家奉献很多，你要去学习，阿们。但相对的，不要去比较，因为金钱的奉献只是奉献的一部分而已。有个大企业跟我讲说，他觉得金钱奉献最简单，上简单的嘛，钱很水就好啊，出来事干会当别人做，就做事工有时候比金钱奉献更重要。那么下礼拜我们要特别提到什么？生命的奉献更是重要。你是全人生命的奉献，比所有的金钱奉献更重要。所以很多的讲员不喜欢讲奉献，好像自己很爱钱一样。所以你们奉献多一点，让我的薪水增加一点。有的甚至会叫他的徒弟，其实很多宗派都叫他徒弟去跟人家讲说：你要奉献，你要奉献，奉献给教主。我们的奉献没有其他的目的，我们的奉献是因为回应上帝的爱。所以我们除了金钱奉献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奉献叫侍奉。刚才我就跟玉芳在那边谈。有时候玉芳你怎么来的？他说：我坐811，然后到民权西路，我就转那边就有很多公车。我今天第一次体会到说没有开车的问题，因为我想把车卖掉了。我的车子1个礼拜才开一次，平常我有司机嘛。那开一次以后，因为那个电瓶就慢慢几乎没有充电的状态。昨天发动看看已经不动了，所以我在想不管了，卖掉了。因为我们2个要做捷运啦，坐公车啦，坐计程车等等的，最起码就不必受拘束。但相对的，我们也知道它的不便。可是他们严长老全家，我想不止讲严长老，很多人都一样哈。他们还要换一部公车，再换一部公车来教会做什么？做奉献。奉献是什么？奉献给神，因为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奉献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尤其我们的私心的奉献，我都觉得在教会里面私心奉献很重要。为什么？那个是不是说你想做就去做就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帮众团的奉献很重要，因为你缺少那个音呢，整个歌谱就不完整了。你说没关系的，那少我一个没关系。可是你看咯，mi mi fa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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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这个歌词就是少一个 lo 嘛。一个音很重要，就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请你跟隔壁的讲，你很重要。这个不是讲，这个不是用嘴巴讲，就会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你不必为了明星而来，明星用一间教会，很多人都想去追星，哇，教会很多人，甚至还要筛选资格如果今天我是明星的话，我就在教会设立，一定要几岁奉献多少钱的人，怎么样，每个月奉献多少，我才给你进入教会。上帝给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你看主耶稣基督的讲道的地方在哪里？他不是在那个大会堂，他在旷野、荒郊野外，没有麦克风我在想说，耶稣讲道，后面的人听得到吗？那么应该是用传递的吧？我今天讲到给那个比如觉醒妈妈、许妈妈，再传给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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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传所以他们可能讲到时间很久，讲到肚子饿，所以会有5饼2鱼的故事。可他们很乐意什么？听到那种福音的时候，他心中的感受。但我不否认今天如果主耶稣在这边讲到的话，叫我讲3天3夜，我都会做3天3夜。好美的一件事情。那么关怀也是一种奉献。我们说关怀那是牧师的工作，我说到我的关怀，牧师的工作错了那关怀长老的工作错了。关怀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关怀，虽然我们有分组，这些没有关怀。今天你怎么没有来礼拜家里怎么样？我们互相在关怀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心理上的关怀，心理上的关怀是足尔重要。你跟他敲一个电话，甲问一下，你讲去共吵就足吵，一礼拜敲一遍，你袂感觉你吵，用电话来，某某人，你敲电话，多谢你你即摆怎？即摆好无好？
总是关怀够一项，咱关怀在体谅人的心嘛。去病院看病人的时候，毋通对头狗甲问一遍，啊你是安怎啦？啊伊拄啊10个人来看，对头狗要讲10遍。咱点点啊去遐手较牵呢。那么这种关怀，当然到这咱医院也无都能随便看病啦。但无论如何，那是一种关怀。最近我一个监察委员，报道有看到嘛吼，已经70岁啊，伊嘛将伊的邮寄肾捐给他的先生，在林口长庚。这个好像不应该讲出来哦，在林口长庚捐。可是我让我觉得很感动。他捐给他的肾，他来之前，因为他跟我是对面房间。他就来跟我讲他的事情，希望我帮他做。然后我就说：“你要心里有数哦，你的年纪可能你的肾的功能剩下一半。”他说笑一笑，如果剩下一半，跟我先生2个人都折一半也很好啊。5+5还是等于0.5加0.5还是等于1呀。真的，所以说。他还讲我说：“哎呦，还好，我的肾刚好跟我先生还符合，有的夫妻捐肾不见得能够捐呢。”他感谢。然后碰到柯文哲讲一句话，各位报纸都看到，刚好昨天，公哪个医院呢这么残忍，连将近70岁的肾都要把它割掉捐出来。当然他讲话比较口无遮拦了，他也不知道是哪个医院的，应该他会知道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感动，是一个奉献。那么讲到奉献，各位讲说，我们都今天讲很多，其实奉献最大的是什么？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奉献。复活节快到了，有没有体验到呢？也许你讲说，哎，2000多年前我已经没有体验到了，但是那个是最伟大的奉献。如果你想象不到，请你想一件事情：你当爸爸妈妈你的娃娃呱呱落地那一刻。到你眼睛闭上，你的心思坐在他身上他跟你就连着念的呢，伊的欢喜，伊的快乐，像今天人均透早咧食早餐，我就是甲问讲，迄是你妈妈准备，还是你家去买？伊讲好，刚才讲妈妈准备，来伊买，我就大家要甲讲，伊妈妈拢无咧负责。心拢念的呢，你娶某你嫁人到底好啊歹？你生出来孙仔好啊歹？迄拢全念做伙呢。我咧想，咱慧如姐生孙仔了，伊就发觉讲，伊所有的心思规日咧想迄个孙仔讲，迄个孙仔发烧哦，迄个孙仔毋知安怎，迄个孙仔安怎，心拢念做伙。你甲想迄个心，就是这种奉献。伊若看到，你的囝儿孙的时阵，你摕物件，你摕钱哦，你摕啥，你感觉讲欢喜甘愿呐。安尼伊才对上帝才刻薄呐。你若无欢喜，干嘛要侍奉呢？咱欢喜甘愿是上帝安怎？你关怀了后，你摕祈祷啊！祈祷大无大，足尔大诶！4星足球队来咱教会了后，咱只拢逐日逼在摕祈祷。4星足球队到即阵拢赢。你讲若输去，毋着咱祈祷无效？不是，咱的祈祷是互每一个人真正尽力了。你也讲对方嘛是基督徒，对方人祈祷咧，上帝的旨意啊，总是你每一个人祈祷有效无？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力量的。还有传福音是一种奉献，那这100%，你看今天那哲博带我们唱的诗歌，奉献的诗歌，第一个我的生命献给你，第4首才讲什么？我的金钱献给你。比如我突然那天我们在海边，我在三芝海边，就是那个叶长老家的海边，跟那个侯长老，我们3个人，我们3家人在那边走路。我突然就提到某个教会，他说某个教会就是大概可能台湾最有钱的几名之一啦，也许是最有钱的。他们要盖一个礼拜堂，要10亿哦，听清楚10亿。他们说1个礼拜他们就捐完了，10亿。我们7500万，还要3-4年。那个我去基督教会，为了盖那间礼拜堂，7年，7000万，10亿。可是我看到我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你们重要有没有在传福音呢？
先钱，上帝不缺钱，上帝要是你的心。还有一个外宣，所以我们讲外宣是宣教。我们差遣传教士到外面去，让他们去宣教，这是教会基本上应该做的，否则福音怎么广传呢？福音怎么传到世界的地极呢？所以我们在讲金钱奉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一件事情，是十一奉献。那么在第3讲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十一奉献，因为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争论在神学上。他说，就业有讲到十一奉献，新约从来没有提十一奉献，所以我们根本不必十一奉献。奉献心甘情愿的，我绝对不勉强。跟你讲，你薪水多少钱，你有没有算1/10？不要去计较人家嘛，上帝在看你的，又不是你在看人。如果教会来里面只要去做比较而已，谁奉献多，谁奉献的少，谁怎么样，谁怎么样，那个不是应该有的行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于心甘乐意的。敬拜的奉献，你看我们每个礼拜会做敬拜，为什么？因为对神的一种奉献。各位，你今天如果不方便，刚好没有带钱来，你说不行啊，我奉献1000块，然后私下去找牧师说，牧师，我本来想奉献100块钱，早给我900块。你不要奉献，心甘乐意的，没有准备你就不要奉献，因为神要的是你的心，而不是看你那奉献的1毛钱。我们要什么？慈悲奉献。什么叫慈悲奉献？慈悲是一种行为。对那些突然你看到有一个贫穷的，突然有哪一个公立机关需要一些物资，哪一个地方需要一些捐款，这些弱小的团体你去奉献，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以前在南部的时候，经常会到那个幼儿园啊，到一些慈善机构，甚至到养老院去帮他们换尿布。那些换尿布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好恶心，久了以后他很喜欢，因为他也会老啊。所以我们慈悲奉献也很重要。我们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叫做建堂奉献。你说蔡长老，你头脑秀的了。我们中心教会已经建堂奉献已经结束了嘛？我们教会都已经建堂完毕了，还有什么建堂奉献？建堂奉献很重要。为什么？教会建宣完了不会改建吗？我们不必支堂吗？永远的教会的奉献，我们要为上帝准备最好的殿。大卫准备了那么好多的材料，跟上帝讲说：“给我盖吧，给我盖吧。”上帝允许不允许？没有允许耶。上帝就说：“你不够资格，所罗门才能够盖。”所以我们要奉献。也许我们这一代看不到，等下一代的信徒，他们又把整个重建了，还是多去植堂，又另外有一间教堂。我所谓的植堂，就是真的用我们的心去植堂。我们是三重埔教会的分会。他们到处建立的，其实我经常在开玩笑，我们就是陈长老来我们这边建立这个教会。其实三重埔教会跟我的感觉联系不那么大，因为我们几乎现在所有的一切跟三重埔教会关系不大。如果今天是你的妈妈、你的儿子要去买房子，你会置之不理吗？不太会吧。但是没有所谓的埋怨，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是在上帝面前都是同样的教会，共同的教会。我们要的是什么？感恩的奉献。你有感恩的事情，今天或者突然抱一个孙子来，你不觉得应该奉献一些吗？我奉献，大家都看我奉献多少钱？没有，你奉献1块钱，跟上帝讲谢谢你，够了。宣教的奉献，我很希望，我也很盼望，我也在祈祷。我们中心教育有一天，我们有钱差遣宣教师在那些落后的地区。世界上还有很多落后的地区耶，尤其非洲、印尼、伊斯兰教的地方，很多需要我们宣教师去那边宣教，去那边宣告。钱从哪里来？说他们去那边，上帝就预备。上帝预备要看你呀，上帝是看你的心呢。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一种宣教的奉献出来。那比今天更重要的奉献，我们刚才都已经讲过了，包括金钱，包括侍奉，包括关怀，包括祷告，包括传福音，包括外宣等等的，这些都是奉献。重要的是什么？出于你的心。我常常来的时候，我的许爸爸给我了这么多。
我不是在夸奖他啊，但是他书法的确很美，因为这个我稍微看得懂。我们监察院的院长叫做于右任，人家说于右任的书有什么好看的？歪七八扭，但有国际标准呢。草书不是你想写就写呢，草书是我们家小猴子很会写草书，没有错嘞。但是草书又有一定的规格，这都是比赛可以得奖的，而且都是精简。他说：“如果会有需要的话，希望每个会友都有。”我说：“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只要有需要，最好的当然给上帝啊，之后再给会友。这是奉献，这个就是奉献。每个人将你自己本身能够做的东西拿出来献给上帝，那个就是奉献。我们的奉献是什么？每个人的奉献都是用你最真诚的心。我们有关怀站。刚才我为什么讲严长老？我不是特别在夸他哈。严长老要来关怀站的时候，我听玉芳讲台这要专2班车，然后跟他们严长老两要专2班车，然后到关怀据点来。为了什么？说真的，为的是服侍这一些不是我们信主的人呢。他们举办过幸福小组。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居然在幸福小组里面分组，在互相探讨神的话语。那个就是很美丽的种子，那是比所有的金钱奉献都更可贵。没有说把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你说，可是你看幸福小组找了老半天，你看这些人也没有来做礼拜啊，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将他的福音种子种在他的心里呢？你怎么知道说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他呢？有一天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跪起来祷告说：“上帝，我真的是祈求你。”我们要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数增加的到做不了，当然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更希望什么？福音的种子是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都有奉献的心。什么是神所悦纳的奉献？我们都知道，那个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们的奉献都要什么？出于心甘乐意耶。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心甘乐意的奉献。所以奉献是我得祝福，是我出于心甘乐意，不是因为我们要求上帝，我今天奉献1万块给你，麻烦给你这一次的生意给我谈成功，让我赚10万块1成嘛。上帝啊，我真的是很没有钱。听说这一期，我上次看电视好像威力才11亿耶，不晓得开奖了没有？还没有开奖，各位赶快准备一下上帝，我告诉你，我迫切跟你祷告，我急需要这笔钱，11亿，上帝10拿掉，我全部奉献，我要那1亿就好。上帝可能在那边笑，全世界都是我的，我需要你那1亿吗？我需要你那10亿吗？我的奉献是出于，真的是为了回报上帝的爱，就是出于对他的爱。我妈妈中风15年，跟我生活在一起。我的兄弟们有时候都会跟我讲：“阿基呀，是不是有需要我给你倒负担？”我说：“不要，反正妈妈是我的，恁自己的看亏。你们想来看他，要买东西给他，我都很高兴。但是她是我的妈妈，有什么好计较？你对子女计较过吗？你今天突然看到你的子女回来，哇，看到俊辉回来，哇，我就赶快去煮了好多东西给他吃，觉得好高兴，应该的嘛。他不能说理所当然的啊，因为那个奉献是出于心安乐意。你会不会觉得说今天我回来，我煮了很多东西给你吃，你要包红包给我？看过年包大包还是小包？我看没有一个妈妈会这样做的，因为什么？出于心安乐意。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什么？出于你的心，不要比较哦。我再强调一次，奉献不要比较，因为你只能够跟上帝比较。所有的奉献要出于你的乐意。有一个人农夫，他养了1头牛给1只鸡，他想说他要到菜市场去卖，卖了老半天牛鸡都卖不出去，他就祷告上帝：上帝，这个我如果卖掉以后，牛卖掉的钱我奉献给你，鸡的钱给我，我只留下鸡的钱就好，牛的钱我全部奉献给你。你看这个祷告，
强力不强力？强力嘛，就像那个亚拿尼亚对那个彼得的说法，哇，他就开始祷告上帝以后，他心里很笃定啊，我一定卖得掉。然后他就开始标价了，牛标价1块钱，鸡标价100块，然后两个要买要一起买，大家一看到牛1块钱就全部来了，好多人就来了，哎呦买牛，那没有要买要一起买，大家看这个价钱也可以101，所以他就遵照他对上帝的允诺，他奉献了1块钱给教会，因为他牛卖1块钱嘛。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在跟上帝计较？上帝，我如果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如果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真的很感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奉献是真的出于他们的心。你会觉得他们是出于他们的心在奉献，很感谢。那你说啊，有的人没有奉献，可是他们事工上是很努力耶。不管你参加圣歌队、主日学，你在做诗青，你在做召会，你在做思维，你在做团契，你做任何，你在做祷告，你做关怀，你去安慰人，这个都是奉献。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出于心甘乐意的奉献？为什么不是强调只有金钱？所以今天讲的奉献的内容是不止于金钱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奉献跟捐香油钱不一样。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奉献就是给牧师啊这些工作人员用啊，那奉献是为了教会施工啊，那个捐香油钱也是为了教会施工啊，那捐香油钱是因为他们要做善事啊。哎，所以你到庙里去捐香油钱，跟那个奉献，我们拿奉献袋去奉献，哎，看起来好像一样哦。对哦，想一想一样嘛。对啊，为了维持庙的运作，所以我奉献。那么为了这些那个神职人员，或者说因为侍奉人员，所以我奉献。那么为了我们做善事，庙里面如果说什么随师傅还是电师，我们都发那个米啊，发什么？跟教会一样啊 ？No， 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奉献，你去庙里的奉献，一定会讲他有拜有保庇，有拜有保庇。哎，我来拜你啊！今天拜公公，明天拜妈祖，后天拜观音菩萨，后天拜那个什么什么财神爷，然后拜什么什么，反正是拜了一堆。做什么？反正有拜有保庇的，反正我每个都拜。现在还有叫做那个五项合一的，包括耶稣在内，包括穆罕默德在内，全部都拜。只有我中一个就好，我全部都拜，我中一个就可以。然后做什么？他来保佑我，所以我去买爱国奖金，我就拜。拜完之后买乐透，有没有中？有中啊，中200块，没办法，因为已经跟他们拜都一定有目的。你若给我就给你后谢，我就给你下行。你看我经常那个谢神啊，我这个可能他的事业比较顺利，就整排的都是，全部都是在演歌仔戏或者布袋戏，在那拼场。教会不是在拼场哎，教会拼的是什么？你对上帝的虔诚。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什么？是我们跟上帝的事情。奉献，我再强调一次，听清楚，奉献是你跟上帝的事情。不是我奉献给教会呢，不是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教会做事工是附加价值。我们经常会很不经意的就讲一句话，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对错了。上帝，我用这钱奉献给你做事工的路用。咱常常讲这句话嘛，从细汉听到大，做事工的路用，做事工的奉献嘛，也不算错。但是那个前提是什么？是为上帝的奉献，事工的做事工是奉献的附加价值啊！奉献到上帝，然后这钱要做上帝事工，不是讲啊为着要做事工，我才可以奉献。安尼的时阵吼，咱奉献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呢。为什么？现在教会已经建堂完毕了，现在不要建堂奉献了，建堂奉献越少越好，到明年都不要再奉献的。每个奉献就是为了准备将来啊！你对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种心意耶，而不是为了有所求、有所目的，这完全不一样。因为所有的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所以我在强调哦，奉献不止金钱哦。其实我看我们唱的诗，刚才直播带我们唱的诗，你看，金钱是在最后一首第4首。我们唱的诗是生命的奉献，
是才能的奉献，是传福音的奉献，最后才是金钱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相对的才能的奉献，这些侍奉都是我们所应该的。我们来看历史上第一件凶杀案怎么发生的？该隐跟亚伯，亚伯跟该隐有两个不同的个性。亚伯这个人非常的细心，非常的有信心，对上帝有全程的爱。他到奉献的时候，他一直找到那个无瑕疵的那个羊啊，是头生的，而且完全无瑕疵，最好的。他一找到最好的，他说这个最好的要奉献给上帝。可该隐就不一样啊，很草率啊，反正我种了一大堆啊，随便收一收，来，上帝这些献给你。这跟我们礼拜的态度也一样，我们每一次来礼拜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正装的，我今天还在考虑说要不要穿西装，因为我知道今天那个我们的那个宪兵知识师会一定会穿西装。我说我今天本来想把西装脱掉，说是跟他不要差太多，最起码让你们知道我也有西装。但是无论如何，我只是告诉你们，我是很认真在为这一场的讲道在做准备，因为这个每一所有的侍奉，包括今天棒中团，你看他们眼睛好盯着好仔细耶，因为他如果跟人敲错一个钟啊，那个声音就不像话，哆来咪发的，那花都出来啊，那整个音就乱掉了。他要很仔细的，轮到他再噔，嘣，就像那个交响乐团，我们去那个上个礼拜去看那个省交在雾峰，后面有个打鼓，我们在那边看什么时候打，他总共打4个音。整首交响曲演奏完到最后，嘣！我说我也会嘛，因为我在那边等嘛，等到最后，可是他说你们不会，因为那个打鼓出来的那个声音大小，还把它赶快按住。他可能打鼓只有偶尔打一次，可是那个就是整个曲子就非那一次不可。所以我为什么告诉各位说你们都很重要？因为你们非这一次不可啊！每一个人非这个礼拜堂、这个教堂非你不可，你就是很重要的分子。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什么？那个亚伯的奉献是向神最好的奉献，可是该隐的奉献是，随便找出来就奉献给神，所以就发生历史上第一个凶杀案。凶杀的凶都可以看到嘛，对不对？那上面如果再加一个。上面有个虚线，就是凶嘛，再加上什么？2只刀子。亚伯把该隐把亚伯杀掉，发生了历史上第一件凶杀案。希伯来书说，因为亚伯因着信而奉献，但是该隐呢，他就随便在前里割一割啊，上帝这个献给你呢。亚伯是用头生的。仔细挑选那个最好的献给上帝，上帝将最好的献给他，所以保罗先生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拘泥于那个的形式，我非奉献不可，所以规定了好多条例，就像我们的礼拜一样。因为我们礼拜要这个，所以每个程序也就把它规定的越来越繁琐，所以我们为了程序上而来做礼拜。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为了上帝而做礼拜，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意。我们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就因为了上帝而做，所以想当初，这都出于上帝的恩典呢。亚当夏娃在爱典乐园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说，所有的东西果子你都可以吃，唯一的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上帝在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这是我给你使用。我要的是什么？你的心呐。你说不能吃，就是你的心呢。所以上帝要我们说，当初打那耶利哥城的时候非常顺利耶，不动一兵一卒啊，这么绕了7天以后，巴拉就打下来了。等到打埃城上帝说那个打下来的耶利哥的东西都不能任何一钱都不能拿那是归于上帝的，因为这是我上帝的。结果就是有一个亚干贪心呢，偷了好多钱，藏了好多钱，所以他攻埃城的时候就输了，死了一堆人，也刚出来认罪。他说我错了，
这个故事其实不是现在叙述，现在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很重要，你的奉献是什么？要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你说不是我那么认真呢？我做事业，我别跟他基本上事业愈做愈多，哇，好忙哦！我这做，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呢。上帝会再祝福他，会再加倍给他，但是他不要忘记，你的信仰就是你事业的一个最大支撑，这个很重要哎。我赚了很多钱，然后就忘掉上帝。之后你就是看到上帝对你怎么去做。你赚了很多钱，你不忘掉上帝，上帝给你更大的祝福。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太多。我们今天念这个圣经节，就是说，你当我要献什么呢？我要献是什么？1岁的公犊啊，千千的公牛，旺旺的油和，还是献我的长子啊？我所生的东西给你呀、这句话我们经常在讲。上帝要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慈悲，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慈悲，与神同行。这是我在刚好2届要在立法院里面受他们的。第2次是没有，只有写而已。第2次我们没有在立法院咨询，第1次有。我把这句话念了3次。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来当监委是为了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我当监委不是因为我当监委以后就好像部长级的带我怎么样。我当监委是我希望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以慈悲的心跟神同行。所以我们就看历史里面就会强调的是什么？就会强调的不是金钱，也不是物质，所以我们讲了老半天了。我们在里面说讲，我要献公牛犊，我要献千千的，我们要献千千的羊，万万的油，还是我的长子啊？所献的是什么？献过好怜悯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要的是什么？要听从神的话，听命胜于听上帝的话，胜于献祭。我们要的是什么？对这些寻求公平，对这些孤儿寡妇，对这些弱势的，我们要怎么去让他们得到神的公义？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善良跟认识神这件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这都是很重要。当然，各位讲说，在心灵里面呐，很重要，就是这个心啊，在心灵里面根本上帝没有讲11奉献，可是上帝叫你什么？全人奉献呢？将你的心摆上，完全献给上帝。所以说想到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讲完之后立刻讲奉献。也就是说，讲完奉献的时候，就叫他们看，你看那个法利赛人的奉献，跟这个寡妇的奉献，法利赛人的奉献是这么的多，那寡妇的奉献是那么的少，2文钱。可是耶稣接纳寡妇的奉献，为什么？他是将所有的奉献，法利赛人是将他多余的奉献。所以重要的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在讲奉献是在最大的诫命爱的后面才讲奉献。你要爱主耶稣，你才有奉献。爱的后面才是奉献。托尔斯泰有人开始诽谤他说他不是基督徒，其实他是个清教徒，很虔诚的基督徒。你看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俄国的大文豪，他所写的几乎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很感动。托尔斯泰讲过一句话，他说讲基督教的道理是简单易懂，连幼儿小孩子嘛听有啦，幼儿都能够明白，但是只有自称听清楚哈，自称是基督徒而做出来不是基督的人，他听无啦，只有自称基督徒才听无，所以他就讲一个故事，叫做农夫与魔鬼。有空的话，各位上网去看看，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他就讲说，我们有一个农夫，哇，他在耕作，可他非常虔诚，他家里很穷。这个农夫家里很穷，可是他就是很爱上帝。那是这种魔鬼就说不能给他这么爱上帝，就派第一个魔鬼下去，就把那个土地变得很硬，耕作了老半天，出产的东西都很有限，家里很穷，可是他们很穷，收获很少，他就跪下来祷告啊，上帝啊，谢谢你让我有东西吃。第二个魔鬼说这样不行嘞，这样的话我就把他东西偷走，
他每次要耕作的时候，就会把他的面包放在一个树下，那个第二个魔鬼就把那个面包偷走。等到他耕作都好累，中午要去吃饭，面包不见了。就那个祷告，他想说这个他应该会非常生气吧？生气就是遭了魔鬼的道，他们应该非常生气。没想到他跪下来祷告说：“上帝啊，虽然我面包不见，但是我想会拿面包的人一定比我更希望。谢谢你，让我可以将我的面包给那个更需要面包的人。”魔鬼气死，安尼比都不好。第三魔鬼讲：“看我，看我。”他就去跟他做朋友，跟他聊天。你做农夫哦，我告诉你，你这个地应该种什么，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成。而且我告诉你哦，明年有饥荒哦，雨下的很少哦，像台湾这边的欠雨哦，下的很少。你要到隔壁去，那边都有水，你就在那边种。哇，没想到魔鬼叫他种东西要长得好多，他卖了好多钱。第二年，他又在那个湿地去种，全部的人大家都是因为饥荒都拿不到食物，他种的东西又多又好，又赚了好多钱。魔鬼跟他说：“这个钱都算少数啊！我告诉你，那个稻米可以酿酒呢，酒好好卖哦。你看，你一个稻米一袋稻米卖了才多少钱？你就把那些稻米拿去酿酒，哇，可以赚了好多钱。”结果那个人就跟他成为好朋友，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有钱。他就回去跟大魔鬼报告：“你看我的任务达成了。”大魔鬼笑一笑：“来，看他怎么任务达成。我告诉你哦，我要让他变成一只猪，血液里面都有猪。然后你怎么做呢？”哇，他就跟他讲：“你既然那么有钱哦，你应该请所有镇长有钱的人，大家来开一个 party。”哇，所有的有钱人都来，全部开 party， 好大的 party， 哇，都有钱呐！大家喝酒啊，吃喝到最后啊，像猪一样，全部烂醉如泥，就倒在地上。那个小魔鬼就跟那个大魔鬼讲：“你看像不像猪？”不省人事，倒在地上。第二天又叫他开 party， 他说：“我这是要叫他变成什么？变成狼的个性。”你怎么变？哇，东西都很多。一个仆人拿过来，要拿东西的时候，突然不小心跌倒。大王，你这个人呢，这么的不小心，那个东西多少钱？这么值钱，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那个人说：“主人呐，我好饿啊！我从今天早上忙到现在都没有吃饭呢。你吃什么饭？你这个好笨。”那个小魔鬼就笑一笑。你不觉得这个人已经有像狼了吗？在欺负人呢？以前那个善良的农民已经不见了。这故事其实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太看重自己了。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反而舍不得奉献；当我们很穷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去奉献，我们知道要去感谢。可当我们很有钱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知道奉献，因为我们太看重自己的时候，就不愿意为了神、为了人而奉献。甚至什么想办法疏远人，我这么有钱人，我怎么跟你在一起？万一你要跟我借钱怎么办？我这么有钱的人啊，万一你生病，我不去看你又不好意思，我去看你我又要付钱，就开始会计较钱。所以人家说有钱人更看重钱，反正没有钱人更舍得奉献。现在朋友的事情关系，我没办法跟各位分享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分享奉献的内容，各位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奉献出于我们的心。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奉献，你就想想看，你怎么对你的子女的付出，那个就是最美好的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奉献。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奉献给上帝，因为奉献是对神灵的感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奉献，求主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蔡长老的讲道，这是咱来吟圣诗第373首的第1节甲第2节。救主耶稣我日子，大家请起立。
请坐，这是咱准备先来奉献。上营第399首，金丝线，咱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运会对天父上帝来赏赐大家，互咱伫出入拢通得到伊的保守，互恁安安稳稳，行伊平安，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是来消息报告。第一点今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新港讲的读经，现在是伫马太福音第4章第12节，甲即个第7章的第29节。讲道的事项伫小组中来倒今日妇女一个夫妇团契邀请志宏长老专题分享健康乐活心欢迎会友做伙来参与第3点妇女甲即个夫妇团契3月26将要举办双溪湿地的公园半日游。由国语长老带领大家行入水中步道，伫个生态池中观赏即个七色的动植物
搁伫即个展望平台眺望公园的全景，欢迎邀请大家参加，请伫公报栏报名。第4点吼，即个七星中会4月29吼，上午9点半到下晡4点吼，伫这南长老教会举办婚姻心动联合活动。报名费每一名吼是1200块，吼，详情请看公报栏。第5点，即个七星中会妇女事工部伫4月11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半，伫济南教会第11楼办理信用生活营。报名费每名150块，请伫3月31日前向各区的区长报名。详情请看公报栏。第6点，咱新港讲的读经进度，请咱家己看。然后搁有即个即个咱迄个读经的书架若有需要请甲向即个敏丽姐来登记。搁有即个教会准备的经句有台语甲华语，咱会使选择看要台语也是华语咱小会今日小组今日要即个马太福音咱请叶长老来甲咱做一个讲解，谢谢。阮顶礼拜读的有对第5章、第4章啦，到第7章了啦。第7章是2种根基啦，就是讲你的根基是在磐石上，还是在沙滩上。就是要去行的时候，就是在磐石上；没有去行的时候，就变成在沙滩上了咱怎样读第4章开始的时，对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试探。读的进前佫有一个较趣味的，就是讲你读的时会感觉讲，耶稣出世的时有3种人啦第一种的东方的博士，东方的博士来；第二个就是路加才有的，就是牧羊人，旷野的牧羊人；第3个就是希律王。所以圣经怎么写？圣经写说，当那一些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跟希律王问说，要当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要出生为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说那圣经写了一句话，说希律王心里非常不安。然后呢，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心里也不安。耶稣降生，结果那些人都心里不安但是呢，东方博士说看到那个星的时候非常高兴另外呢，这一个牧羊人到那个伯利恒来朝见耶稣的时候也非常高兴这几种人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就蛮有趣的接着我们知道耶稣被那个圣灵带到旷野去试探40天的试探以后，然后呢他下来的时候就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就第5章进到第5章就是天国的大宪章。天国大宪章里面讲的，一开始的时候讲是8福嘛，8福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台语讲心来颂扬就是讲一无所有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无所有。我来那安尼讲一无所有，哪一个人是一无所有？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耶稣开始招4个渔夫的时候，就是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咱读圣经的时候，讲耶稣招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立刻放下网跟从他。为什么这4个人会立刻跟？是不是圣灵的感动还是什么？我自己是安尼想啦因为他在打鱼其实一天赚不到多少钱。咱读有哪常常读到讲，规暝土拢无了，整个晚上都在打鱼，都找不到。所以耶稣一跟他讲说来跟从我，他马上跟从他。为什么？耶稣看起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不跟从他，跟从谁？我们怎么证明这一个呢？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要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约翰的母亲怎么问耶稣呢？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这2个小孩，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
就是讲我这两个囝，一个做立法院长，一个做行政院长。为什么会这样？哦，跟从他不是这个目的吗？但是耶稣讲说，哦，不是啊，我的十字架你们可以担吗？哦，我的十字架可以担吗？啊，彼得也讲了嘛，哦，彼得他们也出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跟从耶稣的时候，一开始那个八福里面说一无所有的，一无所有的，你跟从他就很轻松了，你不要背着很多东西来跟从耶稣。啊，八福一讲完到最后的时候，八福是渐进式的嘛，哦，到最后的时候是为主来殉道的，为主的工作被逼迫，这一些人有福了。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第一个是天国他们的，最后一个也是天国他们的。再来接着耶稣讲到什么？耶稣接着就讲说，哈，他来不是要废掉那一些律法，他不是要让这个律法完全，因为律法都是消极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但是耶稣来了，是应该怎么样做？应该听出边亲有家己啦，这个很困难嘛。啊，所以他才讲了一句话，他说：“哦，你们的义如果没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不是那么简单呐。哦，你一天一天要有5次的祷告就很困难。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回教现在也是这样嘛。我们看回教徒哦，那个有外劳他们来的时候，一早5点多就起来祷告。我们可以不可以做到？你不能胜过他，你断不能进天国的。”啊，所以耶稣来，他一直讲说这一些是要完全嘛。啊，所以接着讲什么？接着就讲说你不要论断人，还要爱你的仇敌啊，不要奸淫，不要花式，就是你要胜过他，你要成为完全人是这样嘛。啊，这个会不会很困难？当然非常困难，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后来耶稣才讲了一句话，到第7章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了。不要把珍珠给猪了，因为他们会践踏了以后反而咬你。为什么？因为你跟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愿意承担这个十字架，你跟他讲，人家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人家叫你跟他走1里路，跟他走2里路，人家要你的里衣连外衣都给他，啊，人家跟你借钱，跟他讲不要还。如果一个非基督徒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所以那个是圣物，那是珍珠啦，我不能随便给人家的。啊，所以后来到13章的时候怎么讲？耶稣怎么讲？耶稣到13章的时候，他就特别讲说，那一些珍珠啊，说这些珍珠，很多人就花费所有的去买了这个珍珠，就是买这一些。耶稣所讲的这一些，这个有没有办法做到？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他怎么讲？他说他去会差保惠师来，就是圣灵。圣灵来就是要让你可以去做这些工作。圣灵来让你可以做耶稣所讲的这些都不是，这是天国的事情。你在天国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去到那边也会很痛苦啊。像饶恕70个妻子，哪有办法？但是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到天国去。碰到了一个你非常不喜欢的人，怎么办呢？所以这一些就要圣灵了，都完全要圣灵。这个有没有办法做到？其实我们在讲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做给我们看嘛。但是最我们近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些人，例如说看到在后山呢，就是花莲台东那一些神父啊，例如说刘一峰神父，你们可以上网查这些人，他从瑞士那边来，然后把所有的都给了台湾。这一些人就是按照耶稣所讲的第5章到第7章这些了。你问我能不能做到？我当然也没办法，其实很困难的，那些都很困难，很困难，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那是天国的宪章啊，天国的宪法啊。我有时候读过这个以后，就互相勉励啊。因为耶稣后来还讲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讲完以后，他讲2个嘛，一个就是那个根基一定要建在磐石上。一个是窄门非常困难进去，那有几首歌讲不是容易的路，不是容易的路，这一条路不是容易的路。马太写的很简单啦，路加在写不进窄门就写的非常多，非常长的一段，马太就只有写2行而已，进窄门非常困难，但是呢，来讲透过永活的路
一下不细条。哦，透过灭亡的路呢，灭亡的路是非常宽广，人又多。哦，这个所以耶稣才会说圣灵来，圣灵来是激励我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互相勉励。哦，这个是我以上跟各位分享的，谢谢。感谢叶长老的讲解。咱较定小组的时阵，会使继续讨论即摆咱礼拜到遮，咱来绿岛闭会，感谢大家。